你好，我係 Doris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5月19日至2025年5月23日嘅香港資金流分析。以下資訊係由彭偉新提供。喺2025年5月23號，恒生指數收報23,601點，全星期升咗256點，升幅1.1%。全周高位係23,917點，低位23,060點，波幅達到857點。5個交易日之中，有3日喺開市競價時段錄得資金淨流入，另外2日就見到資金流出。整體嚟講，上星期錄得13.6億港元資金流入。至於收市競價時段，全星期都錄得資金淨流入，總額達到171.9億港元。綜合開市同收市數據，總資金流入有185.5億港元，較前一星期嘅158.3億增加咗27.2億，反映恒指成分股嘅資金流表現有改善。講到恒指成分股，上星期總共有48隻股份上升，30隻下跌，升跌比率係1.6:1，整體走勢偏強。升幅超過5%嘅成分股有9隻，升幅介乎3%至5%嘅有7隻，至於跌幅超過5%嘅有6隻，跌幅喺3%至5%之間嘅亦有7隻。石藥集團升得最多，升幅達12.4%，漢森製藥升咗9.4%。至於跌幅最大嘅係阿里健康，跌咗14.3%，其後係百威亞太，跌幅9.3%。資金流方面，上星期有75隻成分股錄得淨流入，只有8隻錄得流出，流入流出比率高達9.4:1。至於國企指數，上星期收報8,584點，升咗116點，升幅1.4%。全星期高位去到8,693點，低位8,352點，波幅係341點。5個交易日入面，有4日錄得資金淨流入，得1日流出，整體資金流入總額係21.1億港元。收市競價時段5日都有淨流入，總額達137.2億港元。開市加埋收市數據計，國企指數資金流入達158.3億港元，對比前一星期嘅103.7億，大增咗54.6億，資金流表現明顯改善。科技指數方面，上星期收報5,247點，跌咗34點，跌幅0.7%。全星期高位係5,373點，低位5,163點，波幅210點。5日之中，有4日錄得淨資金流入，只有1日係流出，總資金流入係10.3億港元。收市競價時段方面，5個交易日都見到資金流入，總額達88.7億港元。綜合計算，科技指數上星期總資金流入係99.1億港元，比前一星期嘅59億多咗40.1億，顯示資金流表現略有改善。不過，對比過去5星期平均嘅103.5億港元，就少咗4.4億。